正式开始啊、哦！咱今仔日啊吼，第214回线顶的台湾文化论坛，咱真欢喜啊！邀请到咱的联巴达联巴达学校迄个连俊雄连校长啊吼，要来甲咱分享啊伊的理念啦。咱知影连校长啊有出一本册啦这本册啦，你咧讲伊学校的理念啦。阮一直想讲啊我一直想讲，咱囡仔需要什么款的囡仔时代啦？什么款的台语的环境？台语的环境，咱也就台语的环境来切入啦。来台语的环境来切入，咱来讲啊即摆囡仔啥人拢无要讲台语，因为咱即摆啦讲到学台语啊咱讲到台语啦，咱就想讲囡仔就是学台语啦，学台语。但是你所有的物件头前来加一个学的头前就是啥？就是真拼咧，真辛苦，对吧？痛苦、辛苦、杂做，所以各种这种无愿意的情绪就来啊。所以那是咱要互囡仔讲台语，咱的这个头前加一个你得爱学台语哦。囡仔听到学这个字，伊就无想要学啊，对吧？是不是安尼？但是咱这样的人啦，细汉的时是安怎学会晓台语的？咱并无感觉咱咧学台语，咱咧周围啊，咱就看台语的连续剧，看台语的布袋戏，看台语的歌戏，对吧？这是一个方向。咱有足侪台语的媒体、台语的环境来互咱自然。咱咧看布袋戏、歌戏，还是看连续剧的时，咱敢会感觉咱咧学台语？袂啦，咱感觉咱咧趣味，咱咧耍，咱咧佚佗，对吧？咱就放轻松的心情啦咱的心情真轻松，但是自然就有台语，学到台语，对吧？第二个是咱的士大人会晓讲台语的足侪，所以因可能讲两句话就有一句四句连，一句热铁仔话，一句乡，一句迄个俗谚语，所以咱伫士大人的嘴里，真自然就会当听到台语。所以这个台语咱唔免学，咱唔是用学的会晓讲台语的，咱是伫一个真自然的环境下面啦，自然甲这个台语变成咱家己能力的一部分。所以这种情形这是上好的。所谓的台语学习的方法，因为咱唔是挑工去学，唔是真艰苦学所以台语但是咱要安怎互即马？因为伫即马的社会即马的社会，我们咱的囡仔甲咱迄缘甲咱即缘较差的，就是讲，伊已经无像咱以前迄种遐尔自然、遐尔丰富的台语环境啊。但是安尼要安怎互细汉囡仔一个台语的环境咧？这是第一个思考的问题。第二个思考的问题就是讲，士大人即摆若无爱甲囡仔讲台语，囡仔要倒位听士大人讲传嗲的台语咧？迄种较贤讲台语的咧？这两项咱今仔日请到这个连校长啦，连校长要来甲咱分享。我感觉像这种联巴达假日学校这种方式啊，联巴达假日学校、联巴达的假日学校，就这种方式，我感觉就是一个解决的足好的方法啦。因为我就摕到这本册以后我就开始看，开始看这个连老师的这个想法啦。我讲对啦，就是爱安尼嘛，就是安尼。咱细汉的时啊。控寒极，底下控油啦，底下控油，对吧？底下我还记得我细汉的时候，大家即摆阮这缘的啦，听讲起来，拢感觉足熟悉的。阮以前要讲野球的时，安怎讲？凊彩举一支茶，爱抓灼灼咧，铁铺甲打咧，捆咧，就做球嘛。迄个啥，手龙要安怎？手龙要安怎？嘛用布纸甲咧凹手龙迄个啥，用迄叶啊。做一只会飞的物件，会物件，这风吹嘛是用报纸、用茶几，佮你家己念迄个尾流，哇，底下灌大球，耍甲足欢喜的。所以你即摆若讲到囡仔时，拢感觉哪有遮济好耍的。但是即摆囡仔伫伊的大汉以后啦，伊囡仔时的记忆是啥？是电视，是手机啊，是 iPad， 还是？世百货公司咧，对吧？就是大汉囡仔，即摆囡仔大汉以后，因到底有啥物物件会当留伫因囡仔时的记忆内底，是足温暖、足好耍的而且佫会当学着台语，伫即个环境内底，佫有台语进行咧。我感觉若利用即种联巴达即种理念啦，即种互囡仔伫遐佚佗，哪耍
哪讲台语，哪听台语的情形，就咱解决咱头拄讲这两个嘛。第一，无台语的环境；第二，无台语的家长，对吧？吼，无环境，无家长，要安怎？吼，无问题啊，吼，无问题，无家长的意思是讲。无会一直甲囡仔讲台语的家长，吼，要安怎解决咧？咱互囡仔来这个联巴达学校内底来耍、来佚佗、来撞、来爬树啊、来学乌涂，吼，来耍甲乌妈妈，对吧？吼，这个，就是这就是咱上好的方法啦，吼，自然就学会晓台语啊，吼，而且吼，你知影咱的联巴达教育学校伫新竹，新竹的这个新竹嘛是一个足重要的。基地啦，咱以前拢讲吼，台语敢若一定爱伫庄骹，才会当传呢。其实啦新竹有足侪家长啊，就是咱讲吼，母语家庭上强的所在啦。台北是一个啦，台北有台语路，新竹的台语家庭嘛足强的哦，足强。咱等下吼，毋知影讲吼，迄个咱的连校长因有甲新竹这边的。台语家庭有做伙配合无吼？这新竹的台语家庭嘛足强，因为有一阵竹科妈妈啦吼，竹科妈妈就是咱讲科学园区伫新竹嘛吼，所以因这个，其实因做幼儿囡仔的教育台语嘛是真侪人要伊的所在，所以即摆台语学校上强的所在就是台语家庭上强的所在就是六都，六都台北真强，新竹真强，台中真强，台南高雄拢真强啊，所以这个咱等下吼。等下来看卖讲吼，连校长吼，伊理念是啥？安怎吼伫新竹吼，推展即个母语啦，母语无定有时间，嘛会当互连校长小解伊的故乡，而且阮台中的隔壁中华的福兴啦，福兴遐嘛是一个真深色的所在啊，因为阮妈妈嘛是迄个社头人，社头人伊伫迄个嘛是中华嘛，迄个所以有足侪处深色的所在，所以咱等下就期待咱的连校长来甲咱小解这个联巴达学校，佮伊对。推广台语的理念啊咧，等下最后咱有啥物问题啦？连校长可能讲1点钟，1点钟了以后，咱就开放大家线顶讨论，大家有啥物问题，嘛会当线顶入来甲大家分享。等下有一个特别的神秘来宾哦，足高水的哦，足高水的哦，咱等下连校长讲嘛，请伊来甲咱大家挨下子一个讲一寡话。好，安尼咱即马就呼声来欢迎咱的连校长。来，连校长，请。好，大家好哈。迄个信汉，迄个我今仔讲即段是要讲咱台湾囡仔迄个游戏文化。就是讲，我先按我的故事开始讲就是我本来是读辅仁大学，我是读辅仁大会计的我迄个到尾转去教育这方面来，伫我27岁的时阵我迄摆伫会计师事务所咧上班，我若放假转去，我拢伫阮兜门口参足侪囡仔耍。因为阮兜3个月生拢参因阿嬷带做伙，是阮妈妈带做伙。我他们耍耍，阮兜的囡仔愈来愈侪囡仔。阮妈妈伊就定来讲你太大汉了，爱参囡仔耍。你佫足有人气的。所以囡仔足侪啦。你讲这囡仔来投票你选立法委员应该会调。就是因为安尼我才发现讲，我可能对教育对囡仔我有这天分，就是我到尾就专为来带囡仔，就是伫1992年我就开始投入迄个开放式的教育。我伫新店培训新城遐我就开始伫一间幼稚园老师遐伫遐做老师。做老师因为我毋是科班出身的嘛，我是算讲会计系，我无读这教育学院，所以我伫算讲这个历程内底，我就是用我较早伫庄脚囡仔咱算啥物迄款的游戏就参即卖迄落看现代的囡仔咧，大家落去算结果因感觉讲有够赞的啦带因囡仔去爬树去掠虫去算沙算图算米烧车算咱较早囡仔在各种的在游戏救兵啦，还是占条啦就是去开算啦囡仔足喜意的。所以伫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讲咱会知
较早在游戏的在文化、在经验，其实对即摆现代囡仔足重要，足重要。哦啊，到尾啊，我算讲伫这幼才12年嘛，12年了，我就想讲，咱幼带幼稚的囡仔较无啥算遐尼多，我就讲，咱继续来甲算落去，所以伫2004年我就出来办一个学校，叫做教育学校，年巴达教育学校，因为囡仔叫我年巴达。我办这教育学校的时阵，阮的理念就是讲，父母放假，囡仔下课，就是讲伫这12年的这体会当中啦，从带幼教这囡仔当中，我就发现讲，咱较早会当剩学足侪物件其实真罕哩。伫学校学着，学校是学在读写算以外其实咱真侪能力是按下课以后，下课等去咱的社区教人去参父母做事，是讲家己规定囡仔伫干妈店咧算去学着足侪物件。所以呢，囡仔下课父母呢放假，因为咱即摆大人定参囡仔家做伙，家做伙的时阵大人拢会去限制囡仔。咱较早毋是咱较早1970年的时阵父母咱斗阵的时阵拢是参因斗阵做代志，其实大多数的时阵咱就是囡仔参囡仔斗阵算，规定囡仔动去，试过去用去饲牛咱就伫遐控油去掠鱼去掠鸟仔收爬树去掠鸟仔收，所以是真侪这。活动是咱家己伫咧迄落算讲去参与，咱即摆甲想起来咱去变遮物件的时阵咱即摆叫做自主学习啊，就是讲一个囡仔伊家己会当伊做伊家己，咱台湾囡仔古早的时阵就是讲伫1970年代其实是逐礼拜拢有真侪时间会当自主学习，会当家己做家己，家己发展家己，所以真侪人的能力是安尼发展起来。学校读了在读写算在文理的作用了，咱是甲安甲结合起来，所以才发展出一个算讲真有能力的一个人这是咱一般咱较无去注意到，那计是讲咱学这物件是学校甲咱教，其实毋是真侪在能力是伫下课了后咱去耍大地游戏啦还是讲去掠鱼啦去饲牛啦去爬树啦去学着的这是我今仔要讲的这重点，就是讲我带伫幼稚12年带囡仔算了，我就开始伫2004年开始办这间学校，叫做教育学校父母放假囡仔下课，我就开始来介绍讲我今仔就要安心较早囡仔童年开始，互大家来回忆啦就是讲咱大家记忆恁敢有这款的，大家还有这款的童年咱来看卖一个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这囡仔时代，就是讲PPT 无换页，你要互大家看。对，个 PPT 无换页吗？有，即摆有啊，有啊，较慢。较慢好，恁看我即摆这张我就画伫黑板顶的这图就是我囡仔时代的，咱们现场的在迄落算讲朋友大家会当来感受看卖，看你囡仔是毋是有这款的童年这个阮较早囡仔的时阵伫遐大埕会算个占国慢一点你即摆会较慢。较慢好，伊即摆传出去较慢还有一个那个。第二就是讲，恁注意看咱即摆这个画面有真侪嘛算讲我画我即摆一张一张甲恁介绍，安那无？有啦，出来了。出来了恁即摆看有无？恁较早囡仔捌算过占国王无？是讲算迄个。阮细汉叫做掠番呐。掠番较大较细汉的华语囡仔叫泥土地，但应该拢是共款的物件啦。阮伫中华叫做占国王，你有看这黄色的这张我跳稻草捆啦。阮较早囡仔那迄落趁阮爸爸妈妈无伫咧阮规定囡仔会走去跳稻草捆，
因为稻草裙吼，看起来吼，背管恁个跳落来有无？啊，碰碰啊，才好耍诶。啊，其实伫咧跳诶过程吼，你就是会去学着叫做什么叫地心引力啊？去感受什么叫地心引力，吼。啊，过来哈，是这迄个有无？这咱这古厝吼，阮一般人叫做三合院有无吼？这都会大殿，我伫遐算过五关，你毋知捌算这过五关无？啊，现在你捌算过嘛吼？有算过啊，报厝。这个游戏哈，这个嘛足好算诶。啊，我印象中吼，上好算诶就是这个，啊，就是这过五关。哦，啊，过来就是咱有无去咱游诶树林吼，咧跳橡皮筋有无？啊，就这个吼是查囡仔查甫拢足爱算诶，规定咱嘿嘿叫伫咧大埕诶时阵吼，大概就是游诶橡皮筋跳来跳去。啊，恁跳过人诶，咱救迄跳袂过人。好，啊，过来是这张吼，是你有看到有一个老眠床有无？咱伫较早古厝哦，迄内底迄老眠床，啊，这是阮妈妈因迄老眠床，因迄古早迄眠床拢足典雅诶啊，这老眠床吼，阮拢爬悬顶搬布地，较早看黄俊雄诶布地，拢爬悬顶搬布地，啊，伫这悬顶吼。有无？这是迄落这落雨啊，吼啊，牵迄个放牛吼，牵牛去食草，去离足远的哦，离过大溪过啊，落大雨，啊，伫大雨当中吼，牵牛转来，哦这就是用足深的体会啦。啊，过来是这，你来有注意看这张吼，有一间厝，啊，囡仔伫遐咧扇红仔飘。啊，这目睭贴啊足金的有无？这代表什么意思啊？大家讲足欢喜的，因为这个是柑仔店。囡仔的时阵吼，咱上爱去柑仔店，那摕了1块有无吼，就紧走去柑仔店甲拍死安尼。哦，啊，这是咱较早上爱去的所在。哦，啊，这就是算讲真深的回忆。啊，伫遐学足侪物件。我来甲人讲吼，咱这柑仔店就是咱囡仔学社会化一个上好的所在。恁毋知捌印象着，咱去遐买树林。卖红仔飘，还是卖珠啊？有弹珠有无？啊，若新诶吼，伫柑仔店拢较贵嘛。啊，若旧诶有无？就是二手诶有无？较俗。啊，咱拢会去甲一寡吼，伊有真侪二手诶人甲伊买，啊，变成1箍。你若红仔飘，你若去迄个柑仔店吼，可能20张，吼爱1箍。啊，但是你若去甲，然后二手诶买吼。中国诶买有迄个用过吼，你甲可能100张才1箍尔。哦，所以咱囡仔诶时阵就伫遮学着啥物叫做迄个叫乌市啦。吼，你来买物件，你去乌市买，哦，就是讲较俗啦。哦，啊，这个过来就是吼，咱囡仔诶时阵，恁敢捌爬树啊去掠鸟仔收？现在你捌去爬树啊掠鸟仔收无？哦，就是讲吼，你甲想吼，鸟收是无啦，阮敢若有头班过拔啦。哦，是吼，阮较早吼，讲较早迄年代吼，1970年吼，阮爬树仔诶时阵吼，会当爬足悬诶哦，爬足悬去掠这鸟仔收吼，就是讲，迄种有时爬到三楼悬嘛咧爬啊，迄落马风足悬诶，啊，阮海，即讲这海线吼，这落马风有够侪，木马黄吼有够侪。啊，迄悬顶迄鸟仔收拢做足悬诶，啊，拢走去爬树啊。啊，爬树仔诶时阵吼，有一遍就是爬甲去互迄刺毛虫拄着有无？啊，足疼，啊，跋落来，啊，跋落来诶时阵吼，咱嘛是搁继续爬去，啊，所以咱就会知影讲迄偌疼，总讲其实迄疼了半点钟就好啊。哦，啊，过来就是讲囡仔迄精神，就是讲咱爬去，其实吼，囡仔迄精神是足勇敢诶，讲我受伤，但是我安怎要继续完成咱诶任务。哦，算讲拍死无退。其实咱囡仔诶时阵，咱就有即种特质啦。哦，啊，过来就是讲有诶第二项，你有看咧读书仔坑无？阮这叫做读书仔坑啦。啊，我即摆甲改做吼童年高尔夫，就是讲咱囡仔诶时阵吼，其实日头骹乌五坑有无？像咧五等奖安尼啊，啊，就是伫遐三五好友，我就伫遐哦泡中岛下骹就伫遐咧读这书仔坑。啊，其实吼，大家大家足快乐诶。
大家最快乐诶，算讲像浪球共款，像浪球共，就是咱囡仔诶时阵，咱嘛会当像咧浪球，还可以当像高尔夫球安尼啊算，这个游戏足好耍诶，我到即马搁传到阮即马教练校诶囡仔吼，因嘛足爱耍诶，所以是讲，迄是因为咱无甲传所以因毋知影讲有遮尔好耍诶游戏安尼啊，搁来是讲这拍干乐啦，阮迄毋是叫拍干，阮叫电干乐。电干乐就是讲，咱要做这干乐是要甲对方甲下好破，咱就是做好了，下骹迄支单甲磨好像补头安尼，足赖，咱人摕去共电互破安尼啊，这是电干乐。再来这是剑条啊，恁这这是阮到尾才学的，听讲这是家己迄边的游戏啊。家己迄边剑条啊，听讲是会当安尼啊算就是这游戏最好算的。阮团迄个算讲真侪囡仔因即摆真侪学校拢会晓算这剑条啊，就是安怎摸着对方的条啊，袂去互对方掠去，因为你若离开的时阵，你的点就比别人较少。再来是影影，班影影，恁可能较早去头班影影对无？台湾芭乐也是讲班影影，较早囡仔嘛是会去用班影影，班会较好食。咱较早囡仔的时阵其实咱台湾囡仔较早囡仔的时阵，即款的代志足时常发生的啦。偷学汉字、偷班其实迄毋是偷，其实是我到尾甲想起来，迄是一种狩猎，就是讲咱要去拍啦，伫咧敌人要甲咱算讲监视之下，咱要安怎去会当去摕到迄猎物，其实伊是一个，算讲即摆想来是一个真趣味的活动。安尼去理解就知影讲，囡仔的偷摕毋是偷摕啦，其实伊是咧拍啦。再来是恁注意看讲，咱较早放牛的日子，阮较早牵牛去饲伫咧庄骹其实足快乐的，你看无？阮伫溪仔边牛放咧互食草，阮会像走落去溪仔内底耍。算这就是咱较早囡仔的时阵真快乐的回忆。讲到遮恁看到这就是有咱较早会去控油，去起迄伫外口就控油，走去鱼池窟耍，恁毋知捌去鱼池窟耍无？阮较早囡仔的时阵毋捌听过游泳池诶，咱台湾囡仔较早游泳池迄阮是到尾到大学的时阵才知影讲有游泳池这件代志。阮囡仔时阵伫咧鱼池内底参在加班啦，做迄个啥鱼啦，斗阵耍有时阵还会拄着水蛇，有阵咧伫鱼池窟内底耍嘛耍着水蛇，所以伫鱼池窟内底咧耍的时阵感觉足好耍诶，因为真侪囡仔伫内底会当学迄泥巴就有人安尼故意用迄泥巴刮规身躯像乌鬼安尼有无这安尼水淥出来，家己吓惊安尼啊！阮较早囡仔，大家拢爱在创地来创地去嘛，所以到尾大汉了去看了游泳池感觉讲游泳池敢有好耍？游泳池敢若天气的水还搁瓷砖尔，哪有好耍？所以阮迄观点就会无共款。搁来你看讲，咱去溪仔耍有无？伫溪仔内底耍嘛是足好耍的啊！咱到即摆也是到即摆阮也带囡仔去溪仔耍迄不管啥物款的囡仔，大概到遐拢游去啊！游去你知无？游去就是讲完全融入就是讲伫内底安尼耍甲安尼真欢喜。这就是咱伫内底耍有一个真快乐的这童年在游戏当中其实咱拢渐渐放袂记啊。当然这参咱的母语社团有真大的关系咱母语社团去了咱真侪大人伊就较袂晓去表达讲较早的过去嘛。对较早的过去，伊就较袂去讲。伊讲这华语还是讲这中语伊大家听了就隔靴搔痒所以这语言就失去了嘛。代表咱这游戏文化嘛失去我是足少数内底对这感受足深的。过来是因为我本来是要嘛去参人拼经济，但是呢，发现讲家己无适合做迄项代志的时阵，跳来做教育，就要去
起码去阮飞行新城迄间幼稚园的时阵吼，拄好即间幼稚园真特别，伊嘛是讲，吼恁用算的就好啊，吼恁教囡仔人算的，啊毋免教因在读写算，所以呢，伫遐再按一寡较早的物件找转来，啊找转来了后吼，我差不多一直到2006年才容易想到讲哦，咱较早迄时代吼，迄囡仔时代有无？是一个真伟大的时代呢。啊，若讲伟大的时代，就是讲，咱较早做这代志有无？比如控油，啊去开啊算，啊去爬树啊有无？哦，这代志即摆拢袂当稳准呢。即摆你若去爬树啊，爬3楼悬对无？你可能恁爸母用掠去会去用过诶，去违反那个儿少法什么法有无？啊你牵迄牛吼去过大溪。哦，你小学4年级，阮较早4年仔就会当牵迄牛吼去过大溪，咱牵去过大溪，可能即摆嘛会去用迄落呢，去用提报呢。所以咱较早迄年代对囡仔来讲吼，是一个足伟大的年代，就是讲，互囡仔会当按尽量去发挥，吼，会白天会种地啦，哦，所以咱这当中我家己应该推荐，咱一定足侪优秀的台湾囡仔哦，是按迄时代锻炼出来。哦，讲迄时代一定锻炼足侪足优秀的台湾囡仔，哦，啊，这是我对咱过去的这一个算讲去意识到，吼，2007年的时阵，我去想这件代志，啊，想这件代志安怎你知无？就是开始想啊，安尼咱就爱来甲这文化哈，游戏文化来做一个整理，啊，甲流传落去，哦，啊，但是咱就是现先看来讲啊，咱即马现今的社会，哦，在环境慢慢改变了，但是咱建造真侪新式的这公园，还是讲新式的这校园有无？这校园啊，其实是咱台湾的观点，哦，咱是咱台湾囡仔的观点。按怎讲，我解释互恁听啊。比如讲这罐头，咱即摆看这罐头对无吼？啊，你看伊个场所吼，哦，咱较早囡仔伫学校都有这大象的溜滑梯。哦，啊个，但是到尾定改做罐头公园。啊，咱这几年吼，咱台湾开始有一寡真好的妈妈吼，因开始推这特色的现代公园。但是当中吼，因注入了真侪咱这当地这文化，但是呢，无注入咱台湾的这游戏文化。安怎讲？咱台湾游戏文化较早拢是安怎？足需要讲安怎？有2丛树啊，有无？爱咱伫遐分做2国。啊，走来走去有无？算剑桥就是需要安尼啊。啊，若要算过5关，爱算剑国时，有一个空地来画图，对无？啊来画。啊，即马吼，你甲看咱即马这公园吼，伊无即种思考。你要切2丛树啊，树啊拢徛去边仔去，拢伫边仔才有看到树啊。啊，你要伫这广场吼，啊是讲伫这个一个埕啊，这要切2丛树啊吼，真歹找。哦，那毋是去用控水泥，啊，就是去用控一个木头椅子，有无？哦，去用控一个木头椅子去，啊，就是讲要算剑条足歹算诶，啊，涂骹要画图，要画这过5关，哇，啊，无，咱较早用泥巴地通画嘛，泥巴地就是讲啊，我用一支尺就会当画，啊，即马煞嘛无啊，切无泥巴地，伊迄种地吼，若毋是软诶，啊，若无就是迄个南马控诶灌水泥迄款诶，有无？啊。说无法当画，你来家己来摕粉笔，若无粉笔就无法当算啊。哦，所以变做讲，咱说公园不管是今嘛，还是讲现代观点内底吼，就欠缺讲咱台湾囡仔算游戏的这种需要。啊，这是我迄个观察到的。啊，但今嘛嘛是咧努力啦，参这真侪特色公园的专人在做交流，讲咱来甲咱这台湾的这游戏文化吼，啊，甲因讲安尼啦。哦，互因知影讲，咱需要是这场所，爱去考虑咱台湾囡仔咧算的游戏的观点。哦，啊，阮就是伫2007年之后，我发现了吼，啊，到2010年的时阵吼，我就想讲，咱来找一个所在来建立咱这个台湾囡仔算这游戏的这基地，哦，算这游戏的这基地，啊，咱要安怎来进行吼？啊，我就把这个梦想吼。写一个专栏，啊，甲阮的家长讲，啊，阮一个家长就提供一块地互阮，哦，互阮来发挥啊。但是这地当然已经
算讲荒废去啊，吼，讲遐足侪野，足侪杂草嘛，官网发有够多啦。啊，即个啊，阮就开始伫遐开垦，啊，就招一寡家长吼，开始去开垦即个。即恁即摆看即个就是2011年诶时吼，阮伫看到即个地是安尼啊，啊，阮就开始来甲伊算讲招一寡家长啊，十几个家庭啊，开始来整理即个地，哦，啊，即个地吼，就整理甲吼，算讲足水诶，吼，讲迄阵仔树啊吼。遮细丛哦，有伊等起码有发一丛寡细丛的树啊出来，啊，即摆已经变遮大丛啊，哦，啊，迄摆足草坡啊对吧吼，因互开垦甲已经即摆会当海侪囡仔踮遮足好耍的安尼咯，啊，就建立咱一个台湾囡仔，即个迄个啥物啊，我甲伊叫做囡仔大城，哦，童年广场，囡仔时代大城，啊，咱较早囡仔吼，咱家家户户，咱若伫庄骹，还是讲伫这。莫讲真较都市嘛，是拢有一个，咱拢有一个所在，哦，这街路的边啊，吼，拢有一个空地啊，当互咱囡仔逐个踮遐耍。啊，下课啦，功课写了，啊，就规定囡仔伫遐咧下，伫遐咧耍，哦，啊，这个其实足重要，啊，这个是咱囡仔的俱乐部，咱家己有一个俱乐部，啊，咱即摆这个俱乐部无去啊，哦，咱即摆拢走去安亲班，哦，啊，走去迄个学才艺去啊。啊，其迄种附属伫这一个室内底去，真罕你讲走去外口耍，啊那外口耍就是干那去公园耍尔，啊公园一般啊嘛足罕的，哦，啊这个是阮即摆进行的吼，啊，伫遮吼，阮就是即个所在吼，会当互因，哦，阮有去用土嘛吼，真悬的这土迄个土堆吼，因会当去耍土，啊，阮若过。元宵节呢，阮来传野瓜丁，啊瓜丁吼，那嘛是咱较早囡仔最好耍的一个游戏啊。但是咱即摆有啥物囡仔无想要野瓜丁？因为吼拢电火，吼咧光影影，路顶有够多啦，光影影啊，咱拢就安怎无爱迄落啦，无爱野瓜丁，啊嘛无人传恁即个瓜丁，啊瓜丁就爱点蜡烛迄款才会好耍，哦，恁敢捌耍过点蜡烛咧？瓜丁点蜡烛咧？啊，若点蜡烛个感觉足好耍诶，哦这就是咱伫这讲啊，阮这就是讲，阮家长吼，用这个所在啦，活动了，阮就伫遐逐个吼，算讲聚餐吼，一户一菜，逐个伫遐聚餐，哦啊，这是迄个，哦，好。啊，就是讲伫在游戏当中吼，阮伫遐开始一直富裕嘛吼，富裕在咱这囡仔耍的遮游戏吼，到尾吼愈想愈多啊，就是讲咱伫遐做的吼，在游戏吼，其实伊有16项，吼，咱总有16个范畴的游戏，哦，算讲按咱这大地游戏啦吼，啊到这 DIY 啦，啊到这剧场啦，算讲搬戏，啊到咱。打陀螺、放烟火有无吼？吼啊，过年啦，耍在烟火有，其实有16项，所以咱的游戏文化是足丰富的。但是吼，咱吼在游戏文化吼，拢失落去啊，失落去。啊，咱到尾啊吼，失落去了吼，参咱这台湾囡仔这童谣失落去共款。所以咱即摆囡仔拢耍啥物你知无？耍少年家咧耍的，哦，耍少年家咧耍的。啊，若讲。啊，比如讲，咱即摆是毋是？那咱听讲囡仔会去攀树，有无？还是讲去溯溪？还是讲去自行车环岛？还是去浮潜，有无？啊，这代志，你甲想下，这其实毋是囡仔咧耍的，这是咧安怎？拢青少年的冒险运动。啊，因为咱的童年就失落去啊，咱童年失落去了，囡仔就要生出来啊。哦，因为咱大人感觉讲哦，啊，就是生出来在人较新呐，哦，早人去攀岩呐，有无？啊，去溯溪啊，啊，其实你也想话，这是青少年的冒险运动。啊，即摆囡仔的童谣嘛是共款，你若注意看人囡仔，咱即摆囡仔无童谣啊，咱囡仔即摆人咧唱的嘛是青少年怀情歌啊，哦，还要飘向北方伊嘛咧唱啊，哦，还是讲唱迄啥物啊，迄个猎魔女团的家等伊嘛咧唱啊。哦，还是唱灭火器嘛咧唱，啊，是囡仔因无家己的歌，
哦，所以这他们规个这母语社团吼，我感觉是足大的关系啦。规个文化，但咱规个文化去，因为母语无法当延续落去，所以规个文化伊就开始安怎，开始伫咧萎缩啊，咧萎缩去，一直萎缩，一直萎缩。按游戏文化，按童谣的文化，按迄个饮食文化，其实拢有咧萎缩。这伫遮是我感觉伫这过程发现的这文化其实咱是足优秀的，有16项，有16项真优秀的这文化，但是呢，囡仔嘛足介意的。阮伫遐进行的就是讲，迄囡仔来耍拢7、80个、100个咧耍其实大家足爱耍的，但是呢，咱要拓展出去即马正咧努力，即马咧努力，但是我感觉母语即较要紧，母语即关来当吐会出去有无？后壁这物件才带出去。这是我伫遮会发现啦。过来就是讲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咱即马有一个机会来，就是讲，算这游戏是囡仔上好的一个发展嘛，一个疗愈嘛。过来因阮即个讲，阮即个囡仔即大定囡仔因会当伫遮发展至少是8种的力量不管是咧算大地游戏的时候，因这人际关系就愈来愈好。咧起迄 DIY 的时候，因就家己独立解决家己的问题。因来遮阮互因会当自由耍，所以因就安怎，因会当找到家己，会当找到家己。过来，因迄创造力就一直出来。你囡仔互因做家己的时候，你搁提供环境互因的时候，有一点囡仔说，因的创造力就家己自然出来。其实囡仔创造力上强的就是囡仔。这皮亚姐就是那个皮亚姐伊来这讲，伊就讲，愈细汉的囡仔其实伊创造力是愈强的。过来就是讲，咱互伊有一个广场会当耍伊会当伫遐耍家己，搁看会当看大家咧耍，我是整体伫咧学习。咱甲这耍沙耍土，即款的生活环境互因的时候，囡仔因的迄生命力就出来。当然咱就爱教因这人情味啦、亲和力。其实囡仔本来就有即款的，就爱亲人的。咱就是安怎甲伊保护起来，互伊这咱台湾人的人情味他们这亲和力教互因。阮保留真侪树啊，咱这广场有真侪树啊，真侪在动物，互因会当亲近大自然。所以要讲这就是讲，咱要创造这款的囡仔咧耍的这大定是未来咱台湾这要恢复咱做囡仔这活来是真重要的工课。真正毋是讲人咧，讲啥物纸风车讲啥物309个乡镇，因要去传播因的戏剧。阮嘛有一个志业就是讲，希望咱309个乡镇会当大家拢有一个童年广场，甚至讲大家砖头拢够会再有一个童年广场，会当互因囡仔会当个囡仔大定甲重心会当个出来。咱讲愈在这是愈国际，阮就是有去参加这世界IPA 这世界游戏的这迄个比赛一个纪录片比赛，就是讲因3年一摆咱这世界有一个世界迄个 association play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play association， 就讲世 IPA 啦世界游戏迄个协会伊当年13年开一摆会议来表彰世界各地对游戏有贡献的组织。阮伫2023年的时阵有去比赛，有摕一个纪录片去比赛，结果阮有得奖。就是讲伊全世界选出6个国家的时阵阮6个组织的时阵，阮有得到这个奖。所以讲咱台湾的当年时代这文化其实是有世界看见，其实是足重要。所以今天要甲大家介绍，就是讲咱来看一下这纪录片，咱用5分钟来看一下这纪录片。这纪录片咱来甲迄个报上因为阮就是去参加这纪录片的时候，伊是3分钟啦，3分钟回答5 page 的英文的问题。阮伫这全世界这会员国头有45个啊，46个。
哦，啊，结果咱就脱颖而出嘛，得到这个世界这游戏伊的贡献奖，哦啊，所以伫遮吼要甲大家分享。啊，阮有甲做一个吼，因为伊这3分钟咧播放这大概画面足紧的，所以阮就甲做这5分钟的，有一个中文版，啊，就是讲咱会当希望后边咱甲变台文版啦吼，因为还阁无时间来甲变做台文版，咱就先看这中文版吼，啊来看讲，咱这个。画面吼，啊，咱大家会到甲欣赏吼，讲咱就是伫遮吼，看到咱这个啊嘛，看这个，这是英文的，我等下拍谁哦？嘿，不要紧，啊，所以咱就是讲按这迄个影片吼，咱会当看到讲，咱规个校区吼，阮这规个童年广场吼，伊生做啥物款？吼啊，咱大家吼，来甲欣赏一下。那声音高。伊有一个所在会当甲声音嘛放出来哦，就是你分享迄个所在，有一个所在会当讲连声音做伙分享。安尼吼，我放慢一点。等阮者哈。嘿，因为阮即摆即个声音我带关起来了，较等下就会使。等我等。有听到声音无？无听到声音无？哦，你伫分享遐有一个所在是，有一个，你爱甲连声音做伙分享，迄个选项鸟起来，就是你也袂分享即个画面进前，你爱甲连声音，而且你即个 YouTube 你是分享规个画面嘛吼，你迄个 YouTube 你爱选迄个分享时通才会使，伊才会，还是 Chrome 分页，伊才会连声音做伙分享，你若敢若规个时通伊袂安尼呢？还是你网址传互我来分享，我来放。好，你放伫通话中的信息，你甲毋是你甲网址放伫通话中的信息，你应该会晓放。好，我有收到啊，等下安尼我来分享，我才来分享，等下哦。等下哦，我转音幕一下。安尼有听到声音无？安尼有听到声音无？声音。
想要好，安尼时间到倒来吼，咱的梁校长。好，啊，这就是咱有看到哈，你若咱天津分享画面，安尼就还是安尼就袂互相干扰。你还等下关掉， PPT，甲某一个机器的声音关掉，嘿。好，来，好，啊，就是讲咱头先有看到这纪录片啊，吼，啊，这就是咱咱囡仔时代一直到咱建造这个囡仔时代大迄个土埕吼，啊，到阮即摆目前的发展，啊，阮即摆目前吼。学校就是主要就是讲普通时有办活动，假日就是活动啊。那放这休寒休热有这冬令营、夏令营吼，这为主要的这主体安尼吼。啊，一年差不多拢有上千个囡仔吼来阮遐算啦吼，附近的小学啦吼，因拢会来阮遐来一日游吼，阮带因进行活动，互因耍游戏啊，还是讲机械啦吼，烘面包啦，带因进行在体验的活动。啊，那这迄个冬令营还是夏令营吼，因为咱5天6天吼，啊，算佫较深入的在主题安尼啊。啊，从咱这台湾囡仔这游戏的这文化吼，传互即卖囡仔。啊，其实因拢足介意的，因特别来到阮遐耍吼，咱互因拍分数有无？讲1分到10分，恁互阮才几分哦？足侪囡仔其实拢互你报表，拢感觉讲这有够好耍的，吼。啊，但是讲因即摆伫现代学校内底，因无法度通去算出来物件，不管是大地这游戏啦，还是讲这机械吼烘物件，还是讲 DIY 吼，即摆学校拢禁止囡仔举刀、举这小刀。咱较早囡仔时阵拢会当用小刀削鉛笔有无？用小刀削，即摆拢无法度，即摆拢袂使，所以 DIY 嘛袂使，啊，煮饭嘛袂使，吼，即摆学校拢厨房拢是中央厨房，囡仔嘛袂当有家己的这烹饪课，啥物拢袂使，吼啊，阮学校有重视，哦，会去赋予咱真侪过年的咱的节庆，哦，比如讲咱过年，咱来放烟火，啊来举歌灯，吼，啊，即摆学校嘛拢袂使，吼啊按武艺一直到咱这传统的这游戏文化有无？拢几乎拢是，嘛毋是讲因禁止，因自然因塑造的环境吼，啊，就或者活动无法度通进行，啊个观念上嘛拢渐渐消退去啊。咱较早囡仔，台湾囡仔人讲足有超群性的吼，足敢去试的，啊，即摆拢袂使，即摆讲啊，迄项危险，啊，即项危险，啊，迄项禁止，啊，即项嘛袂使，啊，所以咱即摆囡仔说变得讲，伊一方面毋是干那武艺袂晓尔，咱家己在游戏的在文化吼，嘛无法度通进行，啊，就拢干那拍球啦，哦，即摆讲干那拍球啦，吼，上侪徛铁马安尼啊，哦，啊，所以真侪活动其实拢一直消失去，啊，这就是足可惜的，即咱本来咱这活动吼，其实是足有迄落算讲生命力的，哦，咱我讲的这教育就是讲一个讲生命力，一种生命力，哦，咱台湾。囡仔吼，其实有即款的生命啦、创造力吼，啊，即马说一直消失去，啊，即嘛是真值得讲咱会来探讨的问题吼，就是讲，安尼这情形之下，咱要安怎？好啊，即马就是先大约先讲到这，吼，啊，咱就是讲开放大家来讨论吼，你若大家听到感觉讲，咱会当来做一下讨论讲。啊，哪讲哪讨论啊？看咱即摆要安怎来继续发展咱这个游戏文化，啊嘛要甲咱在较早这物件吼，甲伊讨论出来，哦，来甲伊发展出来啦。哦，安尼嘛，对吧？就是你先讲到这嘛，过一段落对吧？我先讲到这，啊，咱吼，因为咱到12点半嘛吼，咱就先下半点钟咱来讨论安尼啦，好不好？好，
安尼，咱真感谢咱的连校长带来这个精彩的分享啦，尤其是讲啊吼，得到这个 IPA 2003年的奖嘛吼，互咱2023年哈2023年，歹势讲对，两当前啦吼，得奖，甲咱台湾的囡仔时的佚佗物哦，咱耍的方法吼，推销去到世界安尼。哦，我想啦，咱的现代社会啊吼，其实啥物想过功利主义，你知影吼？功利的物件就是讲，哦，我做这个代志，我一定要有啥物成果啦。所以吼，咱的运动，咱会鼓励迄个所谓的体适能哇，健身。我要练这块筋嘛，我要练这块筋嘛，还是我要走了紧，我会喘气，就是一般就是迄种。佚佗啦，佚佗本地是应该无目的的佚佗，对吧？无目的的佚佗，所以伫迄个真自然的环境内底去学着物件，但是伫即摆社会内底连耍拢爱有目的性，耍就爱训练学生的这个什么喘气的速度啦、心跳的速度，爱注意迄个心率哇得走就爱去注意心率，耍的时就爱注意上，所以限制愈来愈侪啊，所以咱传统的迄个像头拄仔连校长讲的这个。游戏啊，这叫什么降落钉，对吧？你是讲即马叫做降落钉吼，站路灯敢是？迄个物件降落钉嘛。其实我头拄讲的掠环是即个啦，伊就是伊的生环吼，掠环是迄个环仔环啦，当然这对原住民无介好，但是阮细汉的名称就是安尼，就是分两堆有人数变济，拢伫一支电火条啊遐，一人有一间厝嘛吼，所以若是先离开的。就会去互慢离开的掠，就是啥物人愈慢离开电火条就会当掠，比伊较早离开的遐个人。阮叫算剑条啊，阮叫算剑条啊，剑条啊嘛，对吧？阮要安怎剑就摸着因迄支条啊，要安怎摸着因迄支条啊。人讲华语叫做泥土地啦，就是讲伊是伊就是。最后占的毋是看啥物，两个方法赢，一个是你甲对方的人拢掠了啊嘛，你甲对方的人拢掠了，你就当会赢。第二个是你去摸着任何一个人去摸着对方的条啊、电条啊，你就赢呢，你就赢。所以有真济，阮咧耍的时有当时一个人先出去城，等后边等对方的人有走出来时，另外一个较慢出来，才伫遐甲超过去掠着迄个人转来，还是讲派一个人先去较远的所在，因掠足来足去的时啊足真久啊会无注意的时，伊就走过去摸对方的电话条啊，有足这你嘛有算过哈？嘿，完真好啊！掠环啊，就是人家佮另外一种叫踢弹弓啊，迄个踢弹弓啊，就是讲摕一个啉了的饮料罐啊嘛，去弹弓，一个人就拍伫遮，可能算到50，算到100，大家来去味，味的时伊等于找着，伊若找着什么人，就讲猫咪人，就等来弹弓遐，甲弹弓讲三个，安尼就讲猫咪人叫迄个人的名，迄个人就输啊，来徛伫徛。你这讲较早叫救兵啦，阮是用条啊去味，就是讲条迄贵算30个，快大家走去味，阮就开始去掠，看啥物人阮若看到迄人的时阵，有无贵看到迄人的时阵，大家比看啥物人先摸迄支条啊，摸着是发讲救兵，安尼，救兵先救的人，伊就活着咱救死的人。对，阮是踢弹弓啊，就是你踢弹弓啊，对，这踢弹弓啊，趁迄个，因为这个生活大概是共款的啦。唯一咧无共就是讲伊若是迄个鬼啦，迄个鬼出去找人的时，有人伫伊味的所在走出来，比鬼较早去到弹弓遐，就咱甲弹弓踢走，对。恁这我囡仔毋捌算过，我是要听讲，就是讲类似迄种救兵啦，阮中华叫救兵。嘿，阮台中遮叫踢弹弓啊。你叫踢弹弓啊，吼。就是足侪好耍的物件啦。这其实伊内底无形当中拢会学足侪，只是讲伊无列入国际比赛的项目内底，所以就感觉讲，即摆是毋是连囡仔咧耍拢爱有目的性？但是若是连耍拢爱有目的性，安尼要个感觉会当叫做佚佗啦，所以我感觉讲对，现在我甲你讲其实咱做游戏咱可能一般的人较无甲深入甲研究，我伫遮研究较久我就发现讲，咱较早游戏有两个设计，一个设计就是讲会当救人。你毋知拍咱较早算的游戏会当救人无？比如咱救兵嘛，赢的人会当救死的人嘛。若算过关嘛是啊，有无？你若过关的人，你就会当救死的人。
啊，占条嘛是有人，恁即个人去用掠去有无吼？咱会当去甲救。啊，其实这救的时阵吼，迄囡仔就是讲，咱若赢，咱若输的人吼，咱就希望别人成功诶。哦，就是讲，伊若赢吼，啊，伊咱就有希望啊，来救啦，咱就会当够，嘿，会当败不复活嘛。迄个树林啊吼，白块。白一个条索跳悬有无？伊愈安对，啊，若跳过人，咱救死啊！嘛有一种算法是，若跳会过人，伊咱用伊个骹，甲迄条索啊，迄条树林索啊啦吼，甲缀落下面，安尼所有跳袂过人拢会当过啊！啊，才最后才甲伊放转去安尼。对，啊，其实有一个人跳转去，迄堆就会当拢跳过啊。对啊，但是你甲看吼，其实咱即摆现代在种球类游戏，伊无即种设计。竞争，伊种竞争，啊！你若牛的人吼，你着爬去；啊，若输的，若较弱的人，你着是伫边啊，坐冷板凳。吼啊，咱古早游戏吼，毋是哦，拢会当救来救去。吼，就是讲我赢的人，我会当去救输的人。对。啊，过来第二点吼，你个我刚才讲第二点就是讲吼，咱较早的游戏吼，每一个人会当发挥。吼，毋是讲像球类比赛对吼，啊速度较紧的人，还是讲较大汉的人，伊就占优势，毋是哦。咱较早咧算这游戏的时阵，你算咱咧算空头算咧占条啊有无？我是毋是？我若较活泼的，我就走去共要去摸条啊嘛。啊，我若较弱的人，我就过去条啊。有无？我若较无胆的人，我就过去条啊。啊，就共款对这团队有足大的贡献。有分工啦，有分工。毋是干那分工啦，就是讲伊有切咧，互囡仔已经发现伊个特质。啊，拢有参与感。我若较保守的吼，较斟酌的人，我就过去条啊。啊，我若较冲动的吼，像个张飞款的有无吼？我就向前一直冲去安尼有无？就是讲每一个人会发挥伊的个性。啊，若较自多性的迄款，伊就是安怎伊会绕远路有无？伊会安尼射去外口，才向走出来，甲崩落去安尼有无？啊，迄款的就是因为伊的个性就是安尼啊。所以咱较早的游戏吼，会当互每一个人做家己啦。咱即摆讲就讲做自己，会当伊家己做家己啊，所以吼，你甲想会当头一行会当救人，吼啊，第二行会当安怎做家己，所以咱较早迄囡仔，阮就家己这游戏叫做咩？一人票等值啦，吼，就是讲伊是做人本的这游戏，就是讲咱后壁咱讲一个概念，讲做人本精神嘛，吼，其实人本迄就是讲你有看见每一个人，吼，你互人会当这个特质会当发挥出来。所以咱这个游戏是足优秀、足进步的，啊！但是咱吼，因为这武艺的关系，还是讲这环境改变的关系，咱好在游戏文化吼，煞断层去。啊，阮甲伊赋予出来了后吼，阮有淡薄仔即摆咧赋予恐龙迄种感觉，你知无？就是讲甲赋予出来吼，伊还佫得奖，你知无？啊，佫得奖吼，即摆就是讲要来甲吐动落去。进一步要甲吐动落去，啊！但是讲伫遮，我是感觉会当探讨，就是讲吼，咱大家会当甲咱较早囡仔耍个跩游戏，咱斟酌甲想看嘛咧，其实有真多吼，拢真赞。嘿，我先讲到遮啦，啊，大家看迄个前辈有无吼？你迄个李先生吼，会当你买当发言一下吼，看你囡仔讲出来，你有互你佚佗啊呢，来分享。嘿啦，有互你啥物款的迄个想到啥物代志，你买当讲一下。哦，我拄好听恁两位咧开讲吼，我咧听甲流嘴烂水啊！我是伫宜兰大汉的吼，啊，阮是街仔的人啦吼，街仔人对市内人啦。啊，恁讲的这物件离我足远的啦，我拢安尼有知影有这代志，但是拢毋捌去体会着安尼。啊，拄啊，佫听着讲哦，连校长哦，佫甲这咱的游戏古早吼，咱囡仔时代游戏，佫摕转来甲发扬啦。啊，佫研究一套的款铁学啦，哇，讲啥啊？这是互相吼生命共同体啦吼。啊，赢的人就迄个较保守的人就爱顾基地啦吼。较迄款的较强的人，有去甲攻击啦。啊，有诶头脑较好，就去想一个撇步啊。啊，这看听起来就足好安尼啦。啊，这就是街仔人诶，阮街仔人伊可怜诶所在啦吼。啊，都我都甲大地斗阵算安尼。
啊，恁较早伫家咯，应该嘛是，恁伫遐饲鸡嘛是应该有真侪所在，有囡仔一顶囡仔伫遐咧耍啊。毋是饲鸡啦，就是市内人鸡仔人啦。哦，鸡仔人就是讲住喺市内嘅人啦，安尼啦。嘿对，无关系啦，嘿啦。哦没有，我是讲市街的意思，我就是讲较市闹热内的所在啦，较闹热的所在，你是住较闹热的所在。较闹热嘅所在啦。嘿啦，较闹嘅所在吼，嘿，嗯，我嘅印象哦，甲恁算嘅迄个拢，我较早安那算我嘛，还佫无啥会记诶咧，因为阮兜你你有线着迄个红仔飘无？线红仔飘无？阮阿嬷吼真严啦吼，阮阿嬷真严，样做啊，伊感觉讲哦，食物件吼拢对囡仔无好安尼，啊甲人严格管教，我感觉这嘛种毋对诶吼。啊，恁兜可能好野人啦，恁兜可能好野人。是啦，安尼你是较好过的。阮是啊，迄个啦，阮是，阮个做生意，阮做干仔店挂，就是哦，挂人啊，厝诶是足无用诶啦吼。有当时啊，阿嬷会交代讲，爱去外口走顾者创啥呢？会使讲，甲这连校长你讲诶这物件，我拄啊听了到袂哦，是流水落水啦。啊，我即摆就我诶囡仔即摆学我囡仔我甲塑造诶阮迄个囡仔诶环境吼，我搁一个新诶问题就是讲。我带我囡仔移民来个加拿大先，一个是4岁，啊，一个是6岁啦。对。伫台湾哦，迄个伫台湾当年哦，大部分就是发展对什么音乐啦、跳舞啦啥迄方面安尼哦，所以讲这土地佫无亲近啦。啊，即摆咱温哥华先佫碰到这文化诶冲击啦吼，啊，甲语言爱训练安尼。啊，所以有法度甲当地人，我伫想讲，甲当地人都毋是讲真好，像你讲伫耍无目的诶耍诶，迄款物件嘛体会无够安尼。有法度甲因安排去球队啦，啊，甲田径队就是走小节安尼啊，啊，伫遐就是另外一个方式去交朋友啦吼，比如讲伊诶朋友。啊，是讲伊走小节的啦，吼啊是，我当初会叫伊参加叫做迄个领导人才训练吼，迄就是 MC 的，互囡仔去创安尼。啊，因个另外一个方式，因就是去露营啦吼，比如讲带囡仔去露营啦吼，啊带囡仔伫款设顶面啊生活吼。啊，搁有当时啊，就搁迄款野外求生啊，比如讲3工5工吼，啊，恁3、4个人一组啊，去甲倒位哦，摕一个物件转来安尼，摕一个信物转来安尼，这变做我吼要补偿我失去的物件吼，我就放喺我的囡仔身躯顶安尼啦吼，啊，但是因迄个。生活西洋囡仔诶方式吼，佮甲连校长你讲诶遮在地游戏啊，拢无共款安尼。啊，所以即摆就是敢若听恁讲啊，我是心肝是兴甲，我当初讲向怎我也有即个机会哦，我绝对要安排我诶囡仔，因为我无得到嘛吼。对。阮厝诶教育就是讲。爱做厝诶顾生理，爱甲册读个好势，迄类诶工课。即摆过来有机会啊！你吼，你就是安排去连校长嘿对，你就是讲往，比如讲暑假诶时阵有无？啊，你带你诶孙仔转来，啊，你互因放落去，你着参加阮诶迄个夏令营。啊，你伫边仔吼，你伫边仔坐着椅啊，踮伫遐看因咧耍。啊，你若感觉会当参与耍，你嘛落去参与起火、控寒钱。啊，是讲，系啊，对，啊，你着找一个时间转来。阮逐年吼，阮暑假拢有办这夏令营诶活动嘛。啊，你会当报名，啊，你着专门转来度假，你转来台湾度假，啊，带孙来耍吼。阮遮嘛真侪，迄是几工诶？阮吼有3工诶，啊嘛有5工，啊嘛有6工诶。迄是伫倒位？伫伫德北。哦，德北。嘿，伫德北。
对啊，阮嘛真侪囡仔吼是按美国转来，啊是按德国来，拢有。嘿，因就是因爸爸妈妈，因为的是妈妈是台湾人，啊因迄个爸爸是迄个外国人，啊所以因嘛拢转来参加，啊嘛有完全拢是外国人的，因嘛有来参加。有啊，对对，所以你会当佮重新过一届咱的囡仔时代啦。唯一咱较早囡仔你补无着的有无？你过无着的无定你你会体会着讲哇，人生佮重新有一个体会哦。嘿，是啊。这有当时看囡仔耍啊吼，咱嘛会感觉足欢喜的。对，英国时代人甲即摆无共啊。我会记得我细汉咧，甲阮家路遐个囡仔伴做伙耍的时，迄阮阿嬷吼，中昼困醒，拢会举迄个藤条出来啄，甲阮兄弟啊、兄妹啊咧啄，就是要拍要掂啊咧，要叫阮紧转去啊咧，讲莫毋困，莫毋读册，走来外口佚佗，做要做啥？但是啊吼，想起来就是迄当阵的。甲遐个囡仔咧耍的时间实在是真快乐啦吼！对，无形当中可能嘛培养出甲人会斗阵，就是学要安怎斗阵嘛，因为有的囡仔就记住的嘛，就会甲你讲嘛吼。就是看有的囡仔吼较温和，较甜，毋敢讲话，要安怎甲遮个无共个性的囡仔斗阵？就是其实培大汉以后人甲人斗阵啊吼，会较好势，较知安怎甲人斗阵嘛是迄当阵培养出来，个面临。威权要甲你打后的时，就是阿嬷举藤条要来甲你烧的时，要安怎应付，要安怎处理，这嘛是一个趣味的物件啦。对，我吼放一段迄个咱咧因咧算剑条啊，我传去信汉的这迄个 message 有无吼？信汉你嘛当放互大家听，50几秒尔，会当大家来看一下因安那算剑条迄种囡仔感觉。已经放啊嘛，对吧？吼，我已经寄互你啊！安尼啊，你要若要放吼，你就较紧啦，因为我袂晓放。我已经寄到你的 message 去啊，吼，就是讲会当迄个无赞成兄吼，会当感受一下讲囡仔咧耍游戏款讲台语，而且这段是迄个台语路协会的囡仔吼。我带因的，我去年带因的迄个夏令营吼，因咧耍来，对，到未来迄是新竹的吼。对，新竹你咱看因伫阮伫新竹的，伫新竹，因伫台北路的囡仔，因就是拢迄母语家庭拢讲台语的，因走来阮遐耍。好，咱来放哦。你来看，你看卖一个，嘿。等我一下哦。好，袂要紧。咱感受一下讲迄。兄弟。我都用破狗埋伏。我知啊，破狗才都要你埋伏。你唔是掠迄只狗啊吗？远距离充电。这个是剑条啊。连跑主你感觉放较多 OK， 你就甲我讲，我就甲切掉。好，伊这57秒呢。来啊！你看迄当年穿红衫迄囡仔有无？你看有无？足伶俐的有无？足敏的。这个已经去停放第2届啊，对吧？这停放第2摆呀。好，安得会使。好，迄个啦，我赞成兄迄个啦。伊就感受一下吼，就是讲你若转来，咱看囡仔就安尼咧耍。草条啊，厝就对啦。阮遐就是有起这茅草屋啊，阮就是因为迄个算讲有起几落间嘛，互因做迄落算讲因的教室，颠倒咱较早迄种足简单。因敢有当我大。阮就是附近遐有民宿，因囡仔暗时就住伫遐民宿遐，伫行路10分钟就到啊。行路10分钟就到，遐有民宿。因暗时，因若迄个就住伫遐民宿。民宿的环境袂歹，你是就是来这个游戏场有无？咱阮这个囡仔算在大厅伫遐拖啦，规定安尼吼，透早升到暗，
啊，拢算甲乌索索安尼。哦啊，咱一般吼，咱即摆含你看来讲囡仔，个会当剩，看来讲咱剩较早庄卡囡仔安尼咧算，是真无简单诶。那是真幸福诶代志啦。嘿啦嘿啦，啊就是讲，咱遮尔简单诶这幸福吼，就是讲咱伫咱即摆这现代这手机啊社会，其实足适合推广诶。啊，若讲因为囡仔其实上爱参囡仔耍。对。啊，过来就讲好在游戏，再来甲囡仔考做阵。哦，咱其实咱即摆囡仔算诶做现代做游戏吼，伊像我讲诶，伊个特，咱迄种两种特色较无。哦，就是讲会当救人救来救去，还是讲你每一个人诶特质会当发挥出来。哦，啊，其实咱这是咱足好诶一个这优势，咱这台湾这游戏文化是足好诶物件。啊，咱个有得奖，其实会当去推广。会当甲发展出去，世界级的，世界级的，世界级的。我家己伫遐吼做顶个20年的研究嘛吼，咱台语的童谣，参这台语的这游戏吼，拢我袂使讲咱是名列前茅，但是吼，伫全世界都算足优秀的。啊，只是咱台湾人到即摆也无利用，利用就是讲，咱会去把这物件变做讲，是咱一个真重要的文化。嘿，咱拢感觉讲啊，有啦，好算啦，就准拄煞去安尼啊，你袂使安尼啊。像华德福系统啊，嘛是咧讲电野教育，但是伊对台湾传统的算这个游戏啊吼，就无遐尔啊。对，因就拢无咧注意这物件。嘿，较西洋式啦，因为毕竟伊是西洋传对，其实因是以外来的文化伫咧进行，啊，咱本土的文化，其实伊嘛无重视。啊，咱伫实验教育内底吼，嘛是真欠缺咱台湾的观点。咱即摆台湾的听讲实验的这小学已经得要到300间啊嘛，吼。啊，但这300间内底吼，对咱台因真侪囡仔查阮遮学啊，吼，来阮这所在吼，阮两个带因进行这活动嘛。但是吼，我有感受到讲，咱的老师，做老师吼，拢真欠缺咱台湾的观点。咱台湾人也阁无去利用这个物件，利用就是讲，咱会当为出一本册，咱会当为创造一个博物馆，会当为办一个吼，每一年有一个啥物款的祭典有无吼，来向全世界宣扬咱的这文化。啊，咱即摆就是咧做这工课，阮伫教育学校就是咧做这工课，安怎甲伊变做讲，会感觉推广出去，推广到全台湾吼啊，甚至吼，互大家学校会开始重视这个物件。但是我感觉这有一个黑车，就是讲咱的母语吼，一定爱出来，爱救回来，因为母语就是火车头嘛。啊，你火车头吼，都拢袂行有无？后壁这文化吼，会列车有无？逐项啊拢是伫遐安怎？拢塌伫遐，拢塌伫遐。所以这母语我感觉就是爱先想办法，互伊会当变官方语言，会较救我就是爱官方语言。语言是文化的基础啦，对，伊就是文化的，咱讲文化的载体嘛。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啊，语言若萎缩去有无吼？其实文化就是一直萎缩去。这是咱台湾人到即摆吼，还阁无意觉着，因为咱迄落嘛，咱的教育内底是较中语的教育，啊，中语的教育内底伊对台语吼，伊袂去重视啊，伊中语的教育对伊就用中语去啊，伊就对台语的文化伊就袂，有种漠视诶，甚至到一种漠视的地步，无感啊个漠视啊你，所以这是我迄落啦，咧做这运动的时候，我会感觉讲囡仔足介意，啊咱吼一定要伫即关甲拍过，所以我今年这礼拜我开始投入，今年台语政策会议我嘛去参加，因为要讲教育啊，无讲文化哪会使。校长，你这个吼，你做真伟大的代志。你若讲一个囡仔伫你遐住5天哦，会使影响到伊的一生啦。会使讲永远的记忆啦，这是无。我看你安尼算的时，我感觉有够惨。是吼，有真侪囡仔，伊即摆已经到高中、大学啊，啊，因拢一直记哩，因较早囡仔来阮遮算的代志，其实这。心啦，咱这大自然吼，啊，咱这文化其实是足赞的，咱爱来甲珍惜，爱来甲推广出去。而且佫是伫佚佗内底学台语，对吧？所以吼，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时间的关系，咱敢会当
小盖到家啦，因为12:30嘛，吼，到12对点嘛，吼。啊，最后嘛是要甲大家啊，吼，讲吼，大家若有兴趣啊，吼，会当来买这本册啦，吼，这本叫做《连巴达假日学校》啦，《连巴达假日》。对，连巴达就是讲囡仔对我拢叫我连巴达啦，吼，啊，我就是甲创立一个假日学校，吼，对，嘛会当互囡仔去参加即个假日学校的活动啦，去体会看台湾传统的囡仔耍啊，吼，到底是安怎耍的安尼？啊，甚至讲大家有兴趣，其实咱传统这囡仔耍啊、囡仔歌吼，拢有一寡真特别的智慧，还是啥物伫内底。头拄仔迄个校长嘛有甲咱紹介過嘛，吼，合作啊，吼啊，即個互相幫助個人的特質啦，吼，迄種啊個共好的概念啊咧。我想這攏是課本啊，吼，無法度教學生的啦，因為課本寫共好，大家唔知影啥物共好，大家攏好，啊是要安怎好，對吧？但係你伫遊戲內底，而且係佚佗內底，即係台灣的囡仔耍內底，就會當去體會啊，對吧？對，好，所以今仔日啊，吼，再一屆吼，感謝咱的連巴達的這個連校長哦。好，啊嘛是多謝信漢吼，那個感恩主持吼，啊，今仔日協助技術性的物件吼，互咱安尼會當進行真順利，真感謝，啊，正常遐吼，那暑假愛轉來吼，那轉來帶孫轉來才耍，吼。然後啦，咱每一個人哦，啲各行各業哦，甲咱台灣文化甲伊補起來吼，一地檢查起來，安尼就變做一個真用。對，嘿，好，好，安尼咱今仔日的聚會吼，就圓滿結束安尼吼。好，多謝各位，好，多謝各位收聽，感謝夫人，感謝收聽。好，謝。咱就後禮拜世界台灣文化論壇，大家共一個時間再相會。好，謝。好，安尼感謝大家。好，感謝。好，再謝啊，感謝咧，安尼等你轉來啦，咱即個我甲錄影先關掉。